好，来继续来看啊，这个屏东的潮州是台湾拥有着泰国虾的这个重要的乡镇，每一年的产值将近是7亿。电工所呢，每一年母亲节进前，拢会来举办着赛新虾的这个活动，因为奖金有1万块，若搁破纪录，搁有3000块的奖金，所以每一年拢袂少的饲虾仔户来比赛。今年比赛的日期就定伫个5月初6甲初7。即摆有袂少虾仔农咧做最后的准备。去年上大尾是70公分，希望今年会当破纪录。甲虾较白开，红光光个肥出出的泰国虾，互大家看到嘴烂湿湿的，一喙咬落去，海产的清甜随化开伫咧喙内底。当年屏东潮州细新虾活动，拢会成真侪人来接爽，搞饲虾的人拢兴趣起要参加这个比赛。一尾搁一尾泰国虾伫咧网内底活跳跳，掠几只来看卖啊咧，叫要甲手骨变大只，就含当刀嘛差不多甲塑胶管啊变大管。今年潮州细新虾就是要来拼上市的虾上大只。看啊，较久可能咱的养殖业今年要饲到大尾，无遐简单啦。2023年，屏东潮州细新虾预计5月初6、初7两天，伫咧潮州中山公园上场，刚个甲尾的冠军奖金拢提悬到1万块，前5名是1000安尼减落来，破纪录的人嘛有3000块奖金。本地今年限制刚个甲尾的各30组报名，不过报名的人伤过头济，所以改到明仔载报名必须。那今年最特殊的就是说，我们有开放外乡镇的养殖好手来参加比赛。潮州电工所讲，当地饲泰国虾面积超240公顷，今年产值8外7亿，是国内上高生产的种蚝。为了推广水产，当年母亲节前拢会举办细新虾活动。去年比赛冠军虾啊，重量有347公克，70公分长。今年敢会当破纪录，备受大家注意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